今日咧帶大家參觀一個全馬場景嘅單位，位置咧就喺黃泥涌道1號，名字咧就叫永江苑。呢個位置咧就係大門嘅入口，永江苑大廈嘅外形。入口大堂嘅位置。我哋由大門入到嚟咧，就見到呢個四四方方嘅客飯廳，非常之好用嘅設計。而呢個客飯廳咧，望住整個馬場景，屬於無遮擋嘅馬場景。跟住另外我哋睇飯廳嘅位置，飯廳咧連接住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。呢個廚房咧已經有4頭煮食爐、洗衣機，而呢個廚房嘅凹位咧，啱啱就可以做一個雪櫃嘅位置啦。而呢個單位咧，建築面積有705尺，實用面積468尺，屬於2房嘅設計。跟住我哋參觀呢個主人房，主人房咧兩邊都有3隻大窗，採光率非常之好喎。而呢個位置咧，亦都望返全馬場景，甚至乎放煙花嗰陣時候咧，亦都可以睇到一半煙花喺中環廣場嗰度升起㗎。主人房嘅另一個角度，跟住我哋進入第2間睡房，而呢間睡房咧望返跑馬地裏邊嘅景觀。呢個浴室咧採用咗企缸嘅設計，而馬場嘅中間咧亦都係一個大型嘅運動場，有好多個足球場啦，旁邊咧亦都有緩跑徑。而呢個單位咧仲啱啱見到馬匹衝線嘅位置喎。呢個全馬場景嘅景觀咧喺跑馬地嘅豪宅裏邊咧，亦都為數唔多㗎。永江苑咧由永江地產發展，呢度嘅樓齡咧有29年，而校網咧就係小學12區、中學灣仔區，而呢個單位咧租賣都得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，俾電話我啊，我電話95231228，有興趣嘅，拜拜。